相信大家學 polynomial 多項式呢一課嘅時候咧，第一件事就係學呢兩條嘅 theorem 噶啦。咁我可以話俾你知咧，其實呢兩條嘢基本上係一樣嘅，只要係除緊啲一次方嘅嘢咧，就需要 apply 啦。一句講晒就係 f 乜嘢等於乜嘢，將個 divisor 除式等於0咧，就可以填到呢一個窿啦。另一邊仲簡單，其實照抄個餘數 remainder 落嚟咧就係噶啦。我哋直接睇 example 啦。嗱，假設 f(x) 除 x 加1，餘數係-3。嗱，咁 x 加係一次方嘛，咁逢係一次方嘅嘢咧就可以 apply f 乜嘢等於乜嘢。咁啊，將個 divisor 除式等於0啦 ，x 加1等於0，咁所以 x 就係-1。咁所以咧呢個窿窿我哋就會填-1。另一邊就仲簡單啲添啦，直接等於個餘數咧就 OK 啦，所以呢一邊係-3，係咪好簡單咧？其實你已經學晒㗎啦。咁我哋再舉多個 example 啦。f(x) is divisible by 2x 減3，f(x) 可以被 2x 減3整除啦。嗱，由於 2x 減3咧係一個一次方嘅嘢嚟㗎，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 apply f do 等於 do 呢一條嘢啦。將個 divisor 除式等於0啦，就可以填到呢個窿窿㗎啦。divisor 等於0，即係 2x 減3等於0，x 就會等於3/2，所以呢一邊咧我哋就會填3/2啦。另一邊就直接填個餘數 remainder 落去嘅啫。咁啊，由於佢 divisible 可以被整除嘛，咁冇餘數啦，即係話冇餘數咧，咁所以呢一邊就會等於0啦。順帶一提咧，其實呢一個咧就係 factor theorem 因式定理嚟嘅啫，只係將有餘數同埋冇餘數嘅 case 拆開咗做兩個嘅定理，但係其實實際上個做法咧都係一模一樣嘅，就係咁簡單啫。咁所以以後咧，大家一見到嗰條 function 係除緊啲一次方嘅嘢咧，就要 apply 嗰個 f do 等於 do 咁樣樣啦。左手邊就係將個 divisor 除式等於0，就會知道個 x 要等於啲咩啦。右手邊係直接等於個餘數嘅啫。嗱，咁俾3秒時間大家諗下，呢一條題目應該要填啲咩，寫一條點樣嘅公式出嚟噶咯喎。咁啊，答案咧就應該要寫到 p7 等於0啊。咁啊，因為條 function 係叫 px 啊嘛，所以咧我哋唔應該用 f 嘅，係應該要用翻 p 先至啱啦。不過咧，其實運算上咧都係一樣嘅啫，將所有嘅 x 咧變晒做7。咁就會 solve 到個 c 咧係等於-21啦。好啦，之後佢要除 2x 加1，要去揾除 2x 加時候嘅餘數 remainder。咁啊又係啦，因為 2x 加係一次方嘛，逢係一次方嘅我都係 apply 翻 f 乜等於乜呢一條式啦。左邊啊就係將個 divisor 除式等於0，我就會知道 x 等於啲咩噶啦。咁所以呢個位要填啲咩咧？又係俾3秒時間大家諗下啦。咁啊，2x 加1等於0啊嘛，所以 x 係等於-1/2，咁所以我哋就會填-1/2喺左手邊呢個括號裏邊啦。右邊咧就係填餘數 remainder。咁我想問下大家啦，呢一個位需唔需要去填數字咧？又係俾3秒時間大家諗下啦。咁其實係唔需要嘅，因為你根本就唔知道個 remainder 係乜嘢啊嘛，你都唔知個餘數係乜。題目而家就係叫你去揾個餘數出嚟啊，所以咧你只需要將所有嘅 x 變晒做-1/2咧，其實你自然就會計到個餘數噶啦。咁我哋就代入去啦。OK， 咁就會計到係-15啊，咁所以就出到答案噶咯喎。佢想揾嘅嗰個餘數咧，其實就係-15啦。嗱，咁基本上 DSE 嘅 MC 都係咁樣問嘅啫，唔難嘅，大家練多幾題咧就識做噶啦。